咁我哋今日個課程呢，其實就喺當中呢，就講其實愛呢，如果係咁嘅話呢，某程度呢，我哋話愛都係一種語言嚟嘅，即係等於我講廣東話，有人講普通話，有人講英文，係咪？有人講法文，重要嘅我哋都係學翻嚟㗎，係咪？我講一句説話，但係對方最重要嘅係乜嘢啊？對方聽到之後點啊？佢明唔明白，接唔接收得到，係咪啊？其實愛都係咁樣嘅喎。原來愛都係一種語言嚟嘅。你話你愛佢，頭先我哋第一首歌係咪？我愛你，但係對方接唔接收到？你被唔被聽見呢個愛呢？當然就唔係淨係一個語言啦。好簡單嚟講，愛都係一種互相嘅溝通，係咪啊？我哋冇溝通就唔使講愛㗎啦。一個人生活唔使講愛嘅，因為愛一定係有對象，仲係一個好具體嘅對象，係咪啊？所以呢個愛呢係一種溝通嘅方法。我哋話係一個經過學習同埋反應嘅感情。唔同嘅人呢對唔同嘅愛嘅演繹方式都唔同嘅喎。但係呢又好得意嘅，人就係用咩啊？自己感覺到被愛嘅方式去對方表達愛。呢個係絕大部分嘅人嗰個方法。譬如我最中意講一個例子，大家中唔中意食榴蓮㗎？有人擰頭，哇！竟然現場多數都唔擰頭喎。通常我問親呢個朋友，大部分人都岌頭喎，係咪啊？咁你身邊有冇人中意食榴蓮㗎？中意食榴蓮嘅人呢，通常會點樣㗎？聽到你話唔食榴蓮，佢會點啊？佢話你錯過咗呢個人間最大樂趣，係咪啊？因為佢好中意食榴蓮嘅人呢，覺得榴蓮係咩啊？呢個天下嘅極品嚟㗎嘛，唔食榴蓮嗰啲人呢，就係冇咗呢個人生裏面一個大樂趣，所以佢好愛你，好想你都同佢一場可以享受到食榴蓮嘅樂趣呢，佢就會點啊？通常就會千方百計呢，會說服你啊，請你受你你未食過啲最好食嘅啫，嗱，我買個最靚嘅俾你試下就得㗎啦，咁樣。佢愛唔愛你啊？如果佢係愛你，佢真係真心愛你，佢先至會點啊？揾一個佢覺得最好食嘅嘢請你食，係咪啊？我唔食榴蓮嘅，我身邊即係做教會牧師呢，就好多人想請我食榴蓮嘅。但係如果佢嚟探我話，牧師我嚟探你啊，我帶個手信係我人生最大最開心嘅，攞一個榴蓮嚟我屋企呢，咁佢係愛我啊，定係害我呢？但係事實上佢個出發點係咩啊？係真係愛你嘅喎。但係實際對於嗰個被愛嘅人，佢就覺得你係害我啦。呢個就係愛嘅落差，係咪啊？佢以為係愛你，佢自己中意食榴蓮，佢就覺得請你食榴蓮就最愛你咯。但係佢冇諗過，我係唔中意食，我仲好怕嘅。咁自自然然，佢所做嘅所有愛嘅行為，對於我呢個接收嘅人嚟講呢，就變成咗害我啦，係咪啊？呢個例子我好相信呢，其實都跟住落嚟同我哋講嘅應用呢，好啱。人喜歡用自己被愛嘅方式去表達愛，所以以為我中意嘅就係你中意，所以我所做嘅嘢就一定係我都係為你好啫，係咪啊？呢啲係咪我哋都係成日講嘅説話？所以如果我哋有效要傳達彼此嘅愛，我哋就必須要願意學習我哋所主要嘅愛嘅語言。就會知道原來我起碼我自己覺得乜嘢係愛，然之後當我自己識得原來愛都有唔同嘅表達方式，我就開始去明白原來唔同嘅人都有佢接收愛，佢對愛嘅演繹嘅接收唔同。咁樣嘅話，你去愛佢嘅話，咁你就係咪再係按自己嘅方式啊？就唔係純粹按我愛乜嘢咯喎。所以呢，你嚟探盧牧師呢，就唔好攞榴蓮嚟啦。盧牧師中意食西瓜，中意食芒果嘅，咁呢，你就應該咩啊？就買西瓜買芒果嚟呢，我就會收到你真係好愛我啦，係咪啊？好多時候愛都係咁樣去表達。咁樣嗱，跟住落嚟呢，我哋先做一個問卷啦。今日我講嘅講道呢，嗰個講義呢，基本上呢，我哋話愛嘅語言呢，大致性係分咗5類。咁所以咧，你喺裏邊咧，我一陣間有30條問題，每一條問題你就揀你係 A、B、C、D、E，
只可以揀每一條問題只可以揀一個嘅啫。咁你又寫個正字啦。咁啊，我哋數下睇下你係屬於邊度。咁所以咧，無論喺屋企嘅朋友都好，喺屋企嘅弟兄姊妹都好，你揾張紙寫咗 A、B、C、D、E 先，然之後每一題咧你要揀一個答案啊。咁啊，每一題都有兩個選擇，你只係揀一個，一係 A、B、C、D、E 是但一個。咁你數下咧，最後個結果係點啊？好，第一條問你，我喜歡收到寫滿讚美同肯定嘅小紙條嘅，咁你就寫喺個 A 度咧畫一畫。你話唔係，我係喜歡被擁抱嘅感覺嘅呢，就 E 啦。當然你話我兩個都中意喎，冇辦法啦，你都要揀一個。喺裏邊兩個揀一個，只可以一個 A 或者一個 E， 唔可以又 A 又 E， 得唔得？所以一係 A 一係 E， 第一條 OK 明白嗬？嗱，跟住落嚟嗰啲咁都係一樣嘅啫。第二條問題就話，我喜歡在我心目中佔有特殊地位嘅人獨處，話我要中意佢同我中意佢就中意同佢一齊噶啦。咁你就係 B 喺 B 嗰度畫一畫咯。或者你話每當人幫我實際嘅幫助，我就會覺得他係愛我嘅，咁你就喺 D 嗰度畫一畫。嗱，又係兩個 B 同 D 是但揀一個嘅啫，唔可以又揀 B 又揀 D 嘅喺呢條裏邊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得啊。好，第三條我哋要快啲啦，如果唔係冇時間講啦。好，我喜歡收到禮物，呢個係 C。然之後呢，我有空就喜歡去探朋友同所愛嘅人 ，C 同 B 是但揀一個 ，C 或者 B。OK 都得啦。好，第四條，有人幫我做事，我就會覺得被愛啦。佢幫我做嘢，我就覺得哇，佢好愛我啦。咁就 D。跟住或者有人觸碰我身體，譬如佢攬下我、拍下我，我就會咧覺得被愛，又係 D 同 E 咧，是但揀一個，是但揀一個啊。OK。好，第五條，當我所愛所敬仰嘅人攬我嘅肩膊、搭住我嘅，我就會被愛嘅感覺啦。或者另外一個選擇就係，當所愛所敬仰嘅人送個禮物俾我，我就會有被愛嘅感覺。兩樣嘢，你覺得邊樣嘢對於你嚟講係重要嘅呢？一係 E， 一係 C。OK， 一係揀到未啊？好快㗎啦嚇。好，我喜歡同朋友所愛嘅人到處走下，中意同我最中意嘅人一齊去行下，去周圍去下嘅。或者咧，另外一個咧就係 B， 又或者我喜歡在我心目中有特殊地位嘅人擊掌或者手牽手，咁咧就係 E。又係兩個揀個第六題。好，第七題，愛嘅具體象徵禮物咧，對我嚟講好重要嘅，一定要有禮物嘅，係咪？愛就係有禮物嘅。或者咧 A， 受到別人嘅肯定，讓我有被愛嘅感覺，俾人肯定先係最重要。咁你就係 A 啦。好，跟住我喜歡同我所喜歡嘅人促膝長談，同我自己嘅人哇，即係嗰啲傾到好夜嗰啲唔瞓嗰啲啦嚇，咁咪 E 啦。我喜歡聽到別人話我好靚，讚我，話我好迷人，話我氣質，或者男仔嘅就可能好有聰明啊，或者好醒目啊，中意俾人讚呢，咁就 A， 得唔得？又係一個 E 一個 A， 你是但揀一個啦。好，第九條，我喜歡同好友同埋所愛嘅人喺埋一齊，咁就 B 啦。然之後或者我喜歡收到朋友所愛人送嘅禮物，就係 C 啦。第10條，我喜歡聽到別人接納我嘅説話。即係我講嘅嘢，佢哇覺得佢好認同啊，接納我，我中意咁樣嘅，就係 A。如果有人幫我個忙，我會知道佢係愛我嘅，就係 D。咁又係 A 同 D 揀一個。好，11，我喜歡同朋友同埋所愛嘅人一起做同一件事，咁就 B。然之後我喜歡聽到別人對我所說友善嘅話，就係 A。又係兩個揀一個。好，12條，別人嘅表現要比佢嘅言語更能夠感動我，就係 D。然之後呢。E 咧就係被擁抱，讓我覺得對方係親近，又覺得自己係好重要，就係 E。呢兩個係要揀一個㗎嚇。好，13，我珍惜別人嘅讚美，盡量避免受到批評，呢個係 A。送我好多嘅小禮物，比我送一件大禮物更加能夠感動我，呢個係 C。OK，A 同 C 揀啦喎。好，14條，當我同人聊天或者係做事，我會覺得同佢好親近，同佢一齊傾偈嘅時候呢，一齊做嘢呢，就會覺得好親近，呢個係 B。朋友同上愛嘅人，如果成日都喺我身體有接觸，我會覺得佢同我親近，即係佢中意拖住隻手啊、攬住你啊、拍下你啊，咁呢就會覺得係咧好親近㗎啦。15，當我喜歡聽到別人稱讚我嘅成就，就係 A。當別人勉強自己為我做一件事，我會覺得佢好愛，即係話呢，佢唔想做嘅，不過為咗我都要肯為我做嘅呢，咁我就覺得佢好愛我啦。咁呢個係 D。好，16條。我喜歡朋友和所愛嘅人走過身邊嘅時候，會用身體碰碰我嘅感覺，即係走埋嚟咧，嗨下你啊，拍下你啊，揾個膊頭撞下你啊，咁咧，我覺得啦，呢啲就係即係好親密嘅人嘅就會嘅表現嚟嘅。
我喜歡同人聽我説話，而家興趣十足。佢好專心咁聽我講嘢呢，我就覺得佢同我關係好好。咁呢個一個 E 一個 B 就揀啦。17，當朋友同所愛嘅人幫我完成工作，我會覺得被愛。係咯，佢幫我搞掂啲嘢，咁我會覺得被愛啦。C， 我喜歡收到朋友所愛嘅人送嘅禮物，又係 C 啦。好，18，我喜歡聽到別人稱讚我嘅外表，即係話我醒目啊、靚仔啊咁樣。或者就係 A， 如果別人願意體諒我嘅感受，我會有被愛嘅感覺，覺得俾人體諒我嘅感受，哇，好明白我呢，我就會被愛啦。呢個係 B。好，19，在我心目中有特殊地位嘅人碰我嘅身體，我會很有安全感。呢個真係英文譯過嚟啊，咁啊，所以呢，即係其實就係話，即係嗰個我好中意嘅人、好重要嘅人走埋嚟，執住我嘅手啊，拍下我啊，我就會覺得好有安全感啦。D 呢就係服務嘅行動讓我覺得被愛。好，20，我好感激在我心目中有特殊地位嘅人為我付出那麼多，好感激佢為我付出咁多，就係 D。我喜歡收到我心目中有特殊地位嘅人送我禮物，哇！呢個好重要嘅人，佢送一份禮物俾我呢，我就覺得好被重視啊。咁呢個係 C 啦，記住啊，每一題都係兩個揀一個咁，冇得兩個㗎。好，21，我喜歡被人呵護備至嘅感覺係 B。我喜歡被別人服務嘅感覺係 D。咁啊，又揀一個。22，有人送我生日禮物，我就會覺得被愛同重視，呢個係 C。有人喺我生日嗰日對我講一啲好特別嘅話，我就會覺得被愛啦。呢個有個分別，一個同樣都係生日，一個係送禮物，一個咧係講一番説話。咁你中意咩呢？咁啊，有人送我禮物，我知道呢，佢有想到我啦。佢邊度都會去到邊度都會送份禮物仔俾我嘅喎。咁啊，我覺得佢好愛我啦。有人幫我做家事，哇！我搞唔掂嘅時候，佢幫我找掂啲嘢呢，我就會覺得被愛。咁一係兩個揀一個，一係 C， 一係 D。好，24，我好感激有人耐心聽我説話，而家唔插嘴。咁呢個就係 B。呢個我好感激人記得某個特別日子並且送我禮物呢，就係 C。25，我喜歡知道我所愛嘅人因為關心我，所以幫我做事，呢個係 D。我喜歡在我心目中有特殊地位嘅人一起出行，就係 B。咁啊，兩個揀一個。好，仲有幾題啊？我喜歡和最親近嘅人牽手、拖住手啦、擁抱啦、親吻啦，呢個係 E。有人不為了特別理由送我禮物，我會覺得好開心，呢個係 C。27，我喜歡聽到人向我表示感謝，係 A。與人交談嘅時候，我喜歡對方注視我，呢個係 B。咁啊，兩個揀，一係 A， 一係 B。好，最後幾題啦。朋友和所愛嘅人所送嘅禮物，我會特別珍惜佢送俾我嘅禮物，珍惜嘅係 C。朋友所愛嘅人碰觸我嘅身體，那種感覺好好啊！即係呢個係哇，即係每一次佢咁樣拖住我嘅手啊，走嚟搭下我膊頭呢，我就覺得呢種感覺好好啊！好，29，有人熱心做我所要求嘅事，我會覺得被愛，係 D。聽到別人對我表示感激，我會覺得被愛，係 A。好，最後一題啦。我每天都需要有身體嘅接觸嘅，一個擁抱啊，拖下我隻手啊，拍下我膊頭啊，我好需要嘅。每人有個愛嘅人咁樣俾我呢，我就好開心啦。掉翻轉頭呢，另外一個呢，就係我每天都需要人肯定嘅意願，即係每日都話哇，你好好啊，你真係得㗎。你係咁樣嘅呢，咁你就係 A 啦。嗱，30條你嘅題目，大家寫晒咯。好，其實呢，大家喺度填嘅時候呢，咁啊最後嘅答案呢，我最後嘅結果係咩呢？我會最後先講嘅。不過喺裏邊大家都開始，我諗聽回答呢啲問題，你知道呢，其實愛的語言呢，其中有一位嘅學者，一位學者提出呢個理論，就係 Gary Chapman 啦。咁佢就話呢，佢話呢，其實呢，佢話人呢表達愛呢，基本上佢分為5類型，有5種唔同嘅類型。所以今日我哋就要認識自己同埋別人主要嘅愛嘅語言啦，用正確嘅態度點樣表達愛係我哋今日呢個講座好重要嘅目標。